Project Wisdom， 讓我哋一齊喺呢個世界度尋找真正嘅智慧。特別多謝娜娜小朋友投稿，等我哋有呢幅咁靚嘅封面。9月18日，回到正軌。我哋先讀一節聖經啊。耶和華哦，求你將你的道路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。詩篇86篇11節。世界上有許多事物在搶奪我們的注意力，電視、手機、朋友、遊戲、名牌、時尚。我們最喜歡的事物，有時會把我們從上帝身邊拉走。一顆不專一的心，無法決定什麼是最重要。舉例來說，你正在看不尊崇上帝的電視節目，但是電視節目內容很令人興奮，或是裡面有你最喜愛的明星，你的心就不專一了。或是你跟別人一起排擠那個看起來很好欺負的小朋友，你的心就不專一了。不過你後來會向那個小朋友道歉的，對吧？而我們唯一能夠擁有一顆專一的心的方法是選擇最重要的事情，花時間學習更多有關上帝的事，請求他幫助你堅持行善並躲避惡事。你甚至可以求他使你更加地愛上帝，那是上帝很喜歡回答的禱告。沒有人能夠一直不犯錯的，如果我們從不犯錯，就不需要上帝了。有一天你會受到兩種力量在拉扯，沒關係，上帝會等待你，你隨時都可以把心轉回到上帝身上，永遠也不會太遲。我哋一齊祈禱啊！親愛嘅天父，請你給我一顆專一的心，有許多的東西在搶奪我的注意力，其中有一些是不好的，雖然他們很吸引，但我求你幫助我，讓我全心全意專注在你上面，做你喜悅的事情。奉耶穌的名禱告，阿們。願你度過滿有智慧同埋恩典嘅一日，聽日再見。